作為一個數碼產品愛好者，我必須要給大家安利一下這裏的維修服務，簡直是維修小白的救星。我之前對數碼設備的維修一竅不通，每次設備出問題都頭痛得不行。直到我發現了遠望數碼商城的這家維修店，簡直是我的救命稻草。他們的服務真的超級細心，從接待到維修，全程都非常專業。這裏的維修師傅個個都是行家裏手，不僅技術過硬，還特別耐心，能詳細解答我的各種問題，再也不用擔心設備壞了沒人修了。Nice。這次我的手機突然黑屏，急得我團團轉，結果送到這裏不到1個小時就修好了，效率真是槓槓的，而且價格也很公道，中途沒有任何附加費用，基本都是幾十到百來塊，可以解決很多問題，不只是手機、電腦、iPad 平板、耳機等各種數碼設備，他們都能搞定。之前我的手機屏幕失靈，送到這裏也是很快就修好了，真是省心又省力。真香，哎呀！每次來這裏維修，我都感覺像是找到了組織，特別安心，實在靠譜，再也不用擔心設備壞了沒人修了。遠望數碼商城中信這家維修店真的是維修小白急救站，小伙伴們，如果你們也有手機設備需要維修，強烈推薦來這裏試試，相信我一定不會錯。快來點讚收藏，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寶藏維修店。華強北整電話現場維修，華強北遠望數碼城中信手機維修，深圳好去處。